万青稍微笑了一笑，艺术一点也不能带给人幸福，金钱才是万能的。哎呀，老师，妙丽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。万青平静地点头。是啊，像我现在就为了艺术而跪倒在金钱的前面，艺术真悲惨啊！其实蓝衣少女就会讲一只功力好高的先生，佢用7个女学生来拍图，做模特，拍出来图嘅名就很多蓝衣少女。不过读嗰个年代一只教育的老师用7个女学生作画这件事情，都小说底边被视为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。当然，作为一只艺术创作者来讲，佢想去反抗得到地方的权贵，底边其实当从业就会尽量去面对家己高中，讲的乜嘅话，然后你用去反驳家己高中。作为一只艺术创作者，作为一只教育者，佢迄样去想去画图这件事情。迄件先生呢？亚威的村民唔会谅解一个先生做出安尼的事情。我系画图嘅，画眼啊，真的吗？其实这个故事对我来讲，就会讲一只艺术家那样去反抗一只太时代带下一种集体的无知，因为太体你冇办法去分辨嘛，个很多艺术创作一件事情。唔讲爱请唔上刘导呀，做有钱人的姑娘，尤其迄甲迄种红地就的天主家庭啊。对于李赫鲁阿娘一只创作者来讲，佢写的就会对一只时代动态一种反抗。当然，佢用一只有知识的一种女学生来当做小说里边重要的女主角，其实咩係呈现佢只时代里边都动态一种男性社会沙文主义底下，也都有想法，有知识的。做什么人，你用嘅去按样嘅时代地位想办法表达自家嘅情感，所以蓝衣少女就会一直按样嘅故事。